好学唔通自私自利。哦，我拢会当为着现大的群众，来模仿伊啊，这高的信条是咱老前人特别甲咱定定，毋过要做到这个信条，一定爱全县。咱规个心一定内在的物件，咱摆的意境内底摆的物件，一定爱写条，这高信条来做，来做。老前提，后壁要甲咱讲分工合作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互我讲啊紧。分工爱连结，分工一定爱连结，分工好做才能国实其心，分工的精神在合作，分工愈精密，意志愈统一，合作愈干，事业愈能成就啦。哦，老前提咧甲咱讲要分工一定爱多连结，平常时啊，道场是大家的，大家爱共同乐爱完成的。毋过大家共同要来完成，一定爱多联系。联系的目的就是大家爱有共识，因为共识是由联系而来。平常时啊，你定当中爱有共识，所以条件定死搬到底，要共识到底。咱前面定咧讲叫来见得心得见得心得，其他卖讲见得心得，你见得心得过程当中，就是平常时啊，就是咧互咱的理念的共识。咱的理念会共款，所以平常时啊，就是咧建立这个共识，所以爱联系。平常时啊，有咧理念，有咧共识的时阵，咱的分工
心的时阵，咧做工课的过程内底，就无迄个父母嘛无迄个计较嘛无迄个生生啊，拢无哦，因为平常时啊，拢有咧练习哦，力量拢共款哦，所以做工过程内共心咧会共心哦，所以平常时啊无咧练习哦，平常时啊无咧见到生道哦，平常时啊所讲的拢是其他的八卦哦，是非非哦，大家人间要合作的时阵，咧合作的过程有啥？有是非哦，有变了，变埋怨哦，有种种的问题出来哦，哦，因为平常时啊，无咧练，所以咧合作的过程当中会共心。所以分工愈精密，意志愈统一，合作愈无间，事业就愈成功。咱个分工当中每一位，分工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愈精密，大家拢是心意者，意志就愈统一。迄个意志就是意志的贯彻，因为一项有意志，有足大意志咧做，含无道意志，足大意志咧做，看会出来嘛，感受会出来，嘛感受会出来，所以。前辈这来讲，每一项代志当中拢有伊的功德内底。啊，迄个功德产生，迄个功德的产生在伊的意志里，在产生就是伊的意志里。所以伊的意志愈到遐，愈想要甲做好，愈要做甲愈谨慎，愈甲做甲愈圆满时阵，伊的德性自然就出来。伊的德性就出来了。当做前辈这的人，做前业的人，伊的意志大家拢做统一的时阵，大家拢想要甲做好，能